聰明嘅消費咧係講性價比，絕對唔係買平嘢買 cheap 嘢。關鍵係選高品質、安全、天然無毒嘅產品。好多香港人朋友咧中意喺淘寶啊、拼多多嗰度買日用品，真係唔好貪平。你完全唔知道成分安唔安全，好似啲洗衣珠啊、洗衣液咁，你以為唔係食落肚或者唔係直接搽落皮膚就冇事？諗清楚啊！洗完件衫，我哋24小時着住，長期接觸殘留有害物質，皮膚會變差、敏感，甚至出濕疹。買真正高性價比，首先要睇成分同埋認證。你可能覺得日常生活用品啫，使乜咁講究啊？錯啊！日常生活用品就係日日用嘅嘢，品質差或者有害、有毒，日積月累對身體影響好大。為咗自己同埋屋企人，一定要揀高品質嘅。艾多美網購平台就啱晒啦，成分天然，有認證，有專利。好似呢一支超濃縮嘅洗衣液，天然提取成分，仲有德國皮膚科認證 Excellent 級別，皮膚冇刺激，特別啱晒濕疹敏感肌嘅。大人小朋友 BB 衫都洗得，超濃縮，2公升一支，洗到100次，絕對高品質。大眾化價錢，打破平嘢冇好嘢，好嘢冇平嘢嘅思維。艾多美平台一定揾到啱你嘅平靚正好產品。想知有咩好嘢？快啲聯絡我啦！